施比受更有福，仲皆因深明此道，佢既係一間兒童院嘅助養人，亦擔任愛心大使。呢日 Linda 就出席兒童院嘅慈善步行活動，同班小朋友玩到攬頭攬頸，打成一片啊！今次嘅活動對 Linda 嚟講可謂一舉三得，一來可以行善，二來 Linda 最近公餘時間專注睇書同鑽研廚藝，冇乜喐動，呢次步行佢就可以趁機做下運動。最後當然就係可以同一班小朋友玩返舊本啦。現場所見 Linda 同細路仔相處都有一手咁喎，唔止咁啊，原來佢對教導小朋友都好有想法㗎。因為我而家發覺好多小朋友呢都好容易就會話放棄，或者好容易就會埋怨，好容易就會好灰心，所以我就覺得最重要就係我哋要俾多啲正面嘅信息佢哋，俾佢哋知道有咩方法可以舒緩到壓力啦，或者係有咩方法可以幫助佢哋去解決到將來嘅挑戰咯。你有冇幻想到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真係做咗媽咪之後，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你啱啱咁樣所講到嘅嗰樣嘢呢？我真係唔知，因為而家仲未做到媽媽，但係我會盡我全能嘅。我自己覺得，即係如果將來有小朋友，我都希望係咪叫身教啊？係啊，即係做一個 role model 咁。有冇諗住幾時咧？希望預計做到媽咪呢一樣嘢咧？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冇得估計，我覺得都係順其自然啦。我覺得真係一份禮物嚟嘅，所以都要睇下幾時，譬如要踏入咗婚姻階段先啦，跟住先睇下。差唔多㗎啦，應該好多女仔都會咁幾多歲應該差唔多結婚就生 B 㗎咯喎。我覺得啊，咁我當然因為我自己都想有自己嘅屋企嘅，咁當然希望喺一個健康仲有能力嘅年齡去做呢件事啦，咁但係真係唔知係咩時候咯。Linda 都係時候開始計劃下人生大事啦，事關再過幾日就係佢嘅生日，又大1歲。不過喺諗將來嘅生活之前，而家應該諗下點慶祝生日先喎。今年諗住低調啲簡單啲，完全我諗住唔食飯㗎，我諗住完全唔搞 party， 可能做一個簡單嘅食飯咯，或者我而家諗緊會唔會或者請一啲人去我屋企試下我手勢咯。呢個其實幾好啊，一個嘅活動嚟㗎。係啊，但係因為我平時就煮俾自己食或者另外一個朋友食，咁如果要煮俾咁多人食呢，咁我真係可能要叫下我啲朋友啊、經理人啊過嚟都幫下兩手。雖然話自己唔想搞啫，但係你可能你另外嗰位朋友會搞啲 surprise 俾你咁樣。冇啊，係啊。係咪啊？但係佢都知道你咁都唔想搞。我啲朋友好似想幫我搞咯，但係我就覺得，因為我舊年已經搞大咗佢㗎啦。我最近好中意呢種好簡單、好靜嘅生活啊，所以就唔想搞咁複雜咯。燭光晚餐咁樣。咁我又唔使喎，我真係想好似屋企咁樣嘅，你食啊，我分俾你啊，飲湯啊，哎呀下火啊咁已經得㗎啦。